来看这个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涉嫌讲收钱，2届交保拢互撤销，因为高等法院的合议庭认为，郑文灿虽然无做市长已经1冬半，但是伊的人面真阔，政治的地位嘛真悬，也是真有影响力，所以发挥着重新裁定。桃园地方法院就伫下晡的2点开第3届的羁押庭。就伫这个关键时刻，传出讲，当时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王俊立有来签结着郑文灿的案件，尾升官来做调查局的局长。王俊立是背回讲，并无不当来干涉。2年外前，香港交接桃园地检署检察长升任调查局长，现任北检检察长王俊立牵涉郑文灿贪污案风波。3年前，对人牵手留纪念，嘛拢同齐坐伫咧主位翕相，即马却晓出来引起讨论。王俊立4年前调任桃园地检署检察长，就签结过一摆涉贪案，落尾含糖市府合办去检察官职务宿舍，同年高升调查局长，却这期敢有对郑文灿放目？王俊立强调无意识立场，嘛无插这件代志。2摆开口压庭，郑文灿为本来笑笑话，到即马变成是臭公科，高保经费500万，增加超过1000多万。检方对2摆控告是假条条，方向对伊拿来拿不利。高院第2摆发挥仲裁理由，除了点出正常关系真歹，有真侪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，有可能还有相关人伫咧比。郑文灿准备第3摆进入讨院。3年前，沙石车弄入总统府大门，涉案的驾驶张德正先请回控告交保，出15摆创下纪录。关押不是处罚，是为着保全证据，因为侵害人权的程度真大，法院未乌白裁定扣押。郑文灿第3摆进入讨院，会搁再交保，或者是关押，就看法官如何裁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